这些没穿衣服的钢琴要让人看个仔细。哦，你平常弹钢琴，你以为说好像弹下去声音就出来，事实上它是有连续的一些机械动作。像科学实验一层层拆解，陈维宏的钢琴体验馆寓教于乐。这个是因为这个音叉敲下去有震动，震动之后弄到响板的话，又产生共鸣。好奇让学习不死板，透过解说示范，活络了孩子们的想象空间。一趟解剖之旅之后，接着是组装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是要自己 DIY 做小钢琴，小朋友都会做吗？不会。这么厉害，说客家话，用板做装错，怎么做才对？弹凳矮做，腾腾矮做，跟着我做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。小手里的模型瞬间放大，转型观光工厂。陈维宏鼓励音乐向下扎根，让孩子们学到知识，也学会珍惜。刚刚你们从那边看过来，钢琴要弄到巷子，有没有很难？有。锅碗瓢盆回收器材也是乐器，小朋友双手流泻出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独一无二的声响，这也是音乐。我们所发展的领域不只是钢琴哦，不只是像直笛、口琴，我们希望像这种环保乐器也能够进一步的发展，哦，让更多人喜欢音乐。听，这是海浪的声音，这个呢？哦，是风的声音。这个音乐体验馆就是让小朋友知道，透过这样的体验，音乐不是一种形式、一种乐器，不是一种军力，它是时时刻刻可以在生活里。用板做装错，肯定矮做；用板做装错，肯定矮做。